呀，你边仔在个，你免看知影，你都无讲啊，你都无做。你也不讲啦，这农业农业，我一定想你要互第一金业批哦。啊？唔是啦，是另外有一个人摕1万块，要来甲我赎身啦。死头无鬼啊！我今仔日甲你饲甲遮大汉，你1万块你也敢讲？今仔日无10万块，死了你讲，死了你讲。阿母，爱讲话啊！一件10万块少用，我就是用你卖无往啊想。